这北部是已经落几礼拜雨，今仔日早起新北新店又有灾情，银秀社区的冻土壁是规片放起，早暗加上今仔日早起，计共是108人脱离。土木技术工会是表示讲，目前上要紧的是要避免这雨水搁再渗入去，把这基础搁好灾。不过居民若是想要转去住，是爱搁等2-3个月。徛伫风速线外面，看到土石断咧骨落。拜六透早，新店锦秀社区的居民伫锦秀路49号的冻土墙骨落现场观测。早起10点，干部局会同施工厂商、公所甲结构技师到场建议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改变行程到场勘查。豪大雨带来整个边坡的地方，因为湿很重作为这层滑落的状况。那其实我们早在2天前，我们针对锦秀跟碧鳌山庄，就特别来做好整个完整的监控。那这2天看到整个监控的状况是有变化的。新北市土木技术工会指出，49项冻土墙因为下站倒去造成顶站起起，另外57项是规个冻土墙挡袂了电梯落雨，甲下面地下水的土的压力明显起起弄着厝。为此，立时通报市府，由区公所伫24暗撤离40户90人，25拜六佮针对顶边部撤离8户至16户的居民。有个阿姨还在里面，可是她是走不，她好像行动比较不方便，然后已经背下来，也跟我们一样，现在在委员会里面。新北市土木技术工会表示，目前采取紧急措施，避免继续让雨水泄漏到边部，佮加固基础。雨停了之后呢，我们会进行移除一些挡土墙上面负重的动作。未来的话，那么考虑这样子基础的话，必须从低处的挡土墙呢重置或者是补强呢，再慢慢往上做，同时维护锦秀路跟上边坡那几户住户的安全，这样子才可以避免灾难扩大。侯友宜讲，未来继续针对冻土墙做好强化。技术工会评估，要恢复到会当转来大，需要2-3个月时间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